武器测评之尸山血海，斩人无数的诅咒之刃，芦苇之地的大剑客老翁的武器。据说蒙格在亲身体会了老翁的剑与疯狂后，说出了提案，我赐给你吧，那抚平渴望的修罗生存之道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二灯法环尸山血海大太刀，京东复刻1:1还原了，高性能稳杆版，原版的合金3色套件，手工的一个绕身规则。刀鞘的话是合金套件实木包皮鞘。全长实用化是147，正常80克。重量的话，带鞘是200。